咱来听故事。哇，袂啦，大钱你唔是要讲要互我看啥物海边的宝贝？你看，是毋是足侪洗水的？雷亚卡，我去海边啊，偷偷捡回来。偷偷啊！然后我阿母知影，又叫我搁放转去。啊，大钱，你敢知影为虾米袂使甲雷亚卡捡倒转来？为虾米？哦，你唔知？唔知。阿姨，大钱，雷亚卡捡倒转来！阿母讲了。虾米啊？大钱唔知影为虾米袂使甲雷亚卡捡倒来？这是因为雷亚确是囝生仔的厝，因甲恁同款，拢会一直大汉，一直爱换壳，所以爱有各种无同款的壳，才有通好换。啊，无得靠我捡到的，因用袂着。啊，迄是因为你介意，你无想要放转去。啊，好啦，雷亚卡收收咧，我塞车载你来海边。啊！要去海边啊！啊！这是倒位啊？这是阮兜的厝。啊，即马是我的啊！你是啥物人？哦，我是囝生啊！你甲阮兜行来啊？你甲阮兜赶走，我嘛要甲恁兜赶走。我哪有甲恁兜赶走？哦，你毋是伫海边啊，捡真侪雷亚壳。海边的啊，壳足水的，我足介意的。哦，那安尼我即马嘛感觉你的厝足水的，我嘛足介意的，我嘛要甲赶走。袂使，袂使，你我啊！而且你已经有厝啊！哎，这是恁认为乌白蛋的本色。我是因为无所在通住，才会住一个无舒适佮歹的厝。啊，我就是讲去海边啊，捡我转去，应该袂安怎才对啊。恁类人遐尔济，啊，每一个人拢安尼想，这雷亚壳拢互你捡了了啊啦！我知影我唔对啦，啊，若无你会使先甲阮兜行活好无？袂使，嘿嘿，我啦，唔爱，我啦，唔爱，我要甲恁兜赶走喽！你咪走啊！大钱，起来啦，要搁困啊，海边狗。好啊，好啊，啊，差不多啊。安尼哦，囝生就袂住伫咧粪扫内底啊。恁真赞哦，你看，有这侪本数呢。啊，大钱，雷亚卡放转去啊。哦。雷亚卡真正足水耶。我即马感觉哦，雷亚壳也是伫海边上水。嗯。